文化部今日公布第44届行政院文化奖的得奖名单，拢总有3位，包括歌戏国宝杨丽花客家建筑师鲍明光，也有农民文学作家吴新。这文化部表示讲，今年的颁奖典礼打算办伫咧7月初10，会由行政院长来颁奖。歌仔戏，对吧？心跳白马哦，走三关，我改我所以啊。杨丽花是台湾歌戏的传奇国宝，今年81岁。伊的艺术使命会使讲是台湾歌戏的发展史。尤其1960年代以后，电视歌戏振兴，杨丽花的小型扮相是真侪人的设计初恋。伊的作品对广播电视甲电影拢有，国内外拢有戏迷，嘛栽培真侪人才。因为杨丽花对台湾文化有真大贡献，嘛，互伊得到今年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。伊的徒弟陈阿兰表示，杨丽花到达嘛要真挂心，要互歌戏通继续传承落去。歌戏是要安怎，搁互咱后代继续安尼万年久远传承落去。伊认为讲，这个电视歌戏一定爱会当搁再出现啦。文化奖的得奖者，也有农民文学作家高升。高升1944年伫中华出世，伊的文学关注农民和土地，嘛探讨社会变迁。高升讲，家己50岁以前，因为台湾需要民主和教育的改革，积极参与党外运动。不过，伊讲家己是农业专科毕业，阁是农家子弟。伊认为土地才是人的根本。50岁以后到达81岁，伊自身推广保护树种和环境永续。高升嘛希望未来政府会当积极投入自然环境的保护。所谓极端气候、温度一直升高嘛。咱讲这无土地、无文学啊，咱建树啊一定做讲爱种着所在、种着树种有一个好的管理。行政院文化奖属个人重心文化成就奖，是国家上悬的文化荣誉奖项。今年拢总有3位得奖者，除了杨丽花、高升，阁有客家建筑师鲍明光。文化部表示，因是伫咧传统艺术、文化资产，也有文学领域有重要的贡献。打算今年的颁奖典礼要办伫咧7月初10，伫咧台北市中山堂举办，会由行政院长颁奖奖证书甲奖金100万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